位于万峦的五沟国小是屏东县第一个成立客家诗队的国小，舞狮生动有趣，又威风凛凛，吸引孩子们争相报名加入社团。是5年级的时候看到学长那个校庆的时候在舞，觉得很好玩。因为我哥哥姐姐他们也是舞狮队，然后我就觉得很威风，然后就想来。练习前的第一件事就是培养同伴间的默契以及合作精神。好，往前走一步，大家手牵手，拍嘎数拳数，一次次练习，直到每个动作都到位。虽然辛苦，孩子们依然努力不懈。好，咬住，1、2、3，换。舞客家狮必须具备好体力，一只手操控狮头方向，另一只手又得要控制狮嘴开合，困难不在话下。但靠着不断练习，小朋友们越来越驾轻就熟。我觉得狮头最困难，因为要面对很多观众，而且绝对不能出错。狮头还是最有趣的，因为它有很多种动作可以做，像摇酒瓶、摇对联。孩子在练习这个舞狮的时候，他第一个，他可以学习到怎么样去跟人家团体合作，那也可以把这个客家这种传统的技艺呢，可以延续下去这样子。一只只活灵活现的狮子，一张张认真努力的脸庞，孩子们尽情舞出客家文化传承的力量。上课喽！拍嘎数田数，拍嘎数田数，拍嘎数田数。